康比嘎查切东伊嘎执行康日，日马来就古康上，抵达康比嘎查日巴嘎时个，俺问起他们耶。托马俺今年的第二个康比嘎技能，弄得真难都记得。第二个康比嘎查里主播做了，老板呀东基联比，题目这些为利用到，那么往这去联比，加重了些为利用了素质的些月啦。第二个问题是话哩，那么电报往面联比，看到加不些话拉素质的些月，但俺今年的那个区别弄得了记得。可能他家工的朋友康比破给记，动了这位弄不着的，可能相对阿米把他正面认得些。本木drama嘛，他是唱了歌的，绝对改变，但这面的容不些。我们的历届也动了些，利用节目呢，讲某某些的些。唱的呢，我是娘的，老把也动了些两边，利用的了，今年就赢。jaga